今次要同大家講解一個膾炙人口嘅故事 ，Facebook 老闆朱克伯格嘅真實身份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呢個係一個喺網絡世界經久不衰嘅都市傳說 ，Facebook 老闆朱克伯格係蜥蜴人。呢個聽落去匪夷所思嘅傳聞，唔知點解總係同呢位科技巨頭形影不離。網上唔少有圖有真相嘅分析，例如話朱克伯格眼神閃爍、表情僵硬，甚至連身體動作都同爬蟲類動物異常相似。更有甚者，有人話曾經喺公開場合見到佢真身閃過，話佢皮膚呈現出詭異嘅綠色鱗片，令人不寒而慄。而早幾年，朱克伯格喺一次 Facebook 直播問答環節入面，竟然破天荒咁回應咗呢個傳聞。當時有網民大膽提問，問佢係咪真係蜥蜴人？點知朱克伯格居然無回避，仲笑笑口咁否認咗，話自己係100%人類。但係呢個看似係澄清謠言嘅舉動，反而更加引起網民嘅懷疑。皆因佢喺回答問題嘅時候表現得有啲緊張同不自然，令到原本就撲朔迷離嘅傳聞更加添一份神秘色彩。其實蜥蜴人統治世界呢個陰謀論已經流傳咗好多年，唔單止係朱克伯格，好多政商界名人，例如英國皇室成員、美國前總統等等，都曾經被人懷疑係蜥蜴人嘅化身。呢啲陰謀論者相信，蜥蜴人擁有高超嘅偽裝技術，可以隨意變身成人形，混入人類社會，操控住全球政治、經濟命脈。雖然呢啲講法聽落去好似天方夜譚，但係偏偏就吸引咗唔少人相信。泡泡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因為隨住科技嘅發展，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，好多事情嘅真相都難以捉摸。喺呢種情況下，啲人就好容易對未知事物產生恐懼同不安，而陰謀論就提供咗一個看似合理嘅解釋，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可以掌握到某啲真相，從而減輕內心嘅不安。另一方面，朱克伯格作為 Facebook 嘅創辦人，掌握住全球數以億計用戶嘅個人資料，擁有無可比擬嘅數據力量。呢種力量喺某程度上亦都加深咗啲人對佢嘅猜忌同恐懼，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相信蜥蜴人呢種聽落去好似好遙遠，但係又好似同自己息息相關嘅陰謀論。不過泡泡要提醒大家嘅係，無論係蜥蜴人定抑或其他陰謀論，都只係基於一啲未經證實嘅傳聞同猜測，缺乏確實嘅證據支持。我哋喺接收呢啲資訊嘅時候，應該保持理性同批判性思考，唔好盲目相信，更加唔好隨便散播未經證實嘅消息。最後，泡泡想講，無論朱克伯格係咪真係蜥蜴人，都唔影響我哋繼續用 Facebook 同朋友聯繫、分享生活。最緊要係，我哋要學識分辨真假資訊，唔好俾陰謀論影響我哋嘅判斷力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